元朝，天天顺，天命清太祖努尔哈赤，天聪清太宗皇太极，顺治就是顺治皇帝福临。我们学清史的习惯上把这叫做两祖一宗。两祖，一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一个清世祖顺治。顺治的爸爸皇太极，对不起，是宗，清太宗，不是清太祖。他的儿子是祖，他爸爸是宗。为什么？他爸爸死得早，52岁死了。如果他爸爸晚死10年，活到62岁也不算老啊，肯定不是宗，而是祖。皇太极如果早吃素，肯定可以至少多活10年，就可以成祖了，不至于他是宗，他儿子是祖。第一段清朝兴起原因很多，我说过了，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字，一，就像一个拳头一。这个一一张开就分解为5。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杰出的首领；第二，一个合作的团队，就是5大臣8大贝勒；第三，一个拓展的基地；第四，一个严密的制度，就是8旗制度；第5，一个和的政策。因为有了这个一，还加上其他的因素，清朝就兴起了。从关外13个人，叫做13副仪甲起兵。后来努尔哈赤的儿子和孙子入了关，把首都迁到北京，把中原地区基本统一，兴起。兴起之后就是第二个阶段，盛、强盛、兴盛、旺盛、壮盛，这个盛。所以清朝第二段的历史是盛，3个皇帝：康、雍、乾。康熙、雍正和乾隆。这3个皇帝呢是一祖2宗。康熙叫清圣祖，他的儿子雍正叫清世宗，雍正的儿子乾隆叫清高宗，叫做一祖2宗。按说康熙不能成为祖啊，他爸爸是祖了，他怎么还是祖啊？他的儿子和孙子雍正和乾隆可以叫宗，没有问题。康熙不同，为什么叫祖呢？清史稿清圣祖本纪最后有个论约，有个评价，6句话，4624个字第一句话叫早成大业，8岁就继位当然是早了。第二句话叫勤政爱民，康熙要勤政，第一话要说民对老百姓有一种爱心，勤政爱民。第三句话呢叫经文为武，经就是那个支部啊，那个经线纬线啊，地球不是有经纬度吗？经文为武，就能文能武。第4句话寰宇一统，天下一统。第5句话岁月守成，虽然说是守成，他爸爸顺治，他爷爷皇太极，他老爷爷努尔哈赤，上3代打下天下，他当时守成了。岁月守成，实同开创业，实际上等于开创
这个多一个字，多个焉在这儿是个虚词，所以就少算它了。为什么康熙这么个评价啊？我今天就从康熙说起。康熙啊，命既好，命又不好。怎么命好？您看人家8岁就当皇帝了，这命当然好了。8岁是虚岁8岁，周岁是7岁，命又不好。怎么不好？你看啊，刚生下来不久，他妈就死了。8岁，虚岁8岁，周岁7岁，他爸爸又死了。这么2个小孩叫做父母双亡。谁带着他呢？一个奶奶照顾他。还不仅如此呢，那时候闹天花，他不在皇宫里头住，皇宫外面，大家现在有人到北京去的话呢，有一条街，天安门旁边也叫南北长街啊。我上中学就在那个南长街上的，所以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到天安门广场去散步去。咱们这散步呢叫跑乡，是吧？就在那条街，那街有一个地方叫福佑寺啊，就在那个地方呢，他这个躲避这个天花，怕传染呢。你想想看呐，一个4、5岁一个小孩子啊，孤孤零零在那儿，有人照顾他，但是天花没躲过去，还是长了天花了。长了天花呢，幸好命大，活过来了，但是脸上长了麻子。你想想看呐，一个男子汉，又是大清的天子皇帝，出门接见大臣，文武百官都给你朝拜，给你跪着，3跪9叩，你脸上长麻子，实在是一种遗憾啊。还有其他，所以我说康熙啊，小时候他是应当说还不幸的，但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你们叫做愿，是吧？他在这种不利的环境里头磨练自己，成长自己。小时候就喜欢念书，念书他就是废寝忘食的念。他奶奶呀，其他人看这孩子这么小啊，就怕他累坏了身子骨啊，就把书给他藏起来。藏起来呢，他又不哭，他就慢慢找，就找到了，找到就接着念。后来他奶奶跟他说孩子啊，你呀跟人家读书的人不一样，读书人呢是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将来求个一官半职的。注意啊，考中进士啊，分配工作才可以做个知县。3年考1次，一次多者考300人，少者考几十个人来做知县，容易吗？10年寒窗啊，才考上一个进士，还未必考上。他奶奶说他们考进士是为了将来做个官呐，做个知县呐，知府。他你不用啊，孩子，你就是皇帝了，你不念书也是皇帝，玩吧，别那么念了。康熙不，他说我要念。5岁啊，虚岁5岁啊，周岁4开始念书。先在宫里头念，后来给他请了老师念。念书念到什么程度呢？大约早上4点钟左右寅时起床，起床以后就开始念书。那个时候书讲背，4书5经，4书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要背。背书的时候是先念，叫诵，朗诵的诵。画出一段以后啊，先念诵120遍。他聪明啊，大概有个10遍8遍就会背了。为了加深印象深刻，要背，要念啊，念120遍，完了画个记号，念一遍画个记号，画120遍，这么刻在脑子里还不行，还要背，完了再背。背多少呢？背120遍。完了这一段再背底下那一段，先念再背。会了以后2段连起来，在第3段。
完了再连起来，在第4段。所以他这个书啊，就刻在脑子里头。我举一个例子，他熟练到什么程度啊？后来他这个儿子孙子也上学，在宫里头上学。他下了朝，早上下了朝，到这个教室啊去检查功课。他一去之后，皇子的老师、皇子都站起来，他就进去了，进去坐下。他说：“现在开始背书。”老师呢就拿出一本书，画出一段，让他的儿子背。皇子咱就背啊，背。这老师干嘛呢？老师拿着书看，对照啊，看了是对不对。你要错的话，你就给指出来啊！你指不出来，皇帝在上坐着，皇帝你这老师你怎么会没发现错啊？也不行啊，所以就看。这学生这个皇子啊这一段背完了，老师还没说话呢，康熙在那闭着眼睛听，抢在老师前头说背的一字不错。这时候他不是年轻的时候了，他已经岁数很大了。上朝大家知道是日理万机呀，各种复杂事站在脑子里头啊。到检查功课的时候不用看的书对照，老师还要看的书。老师是专业的呀，吃饱饭什么事不干呢？就是那几本书教学，你还要看着呢。他爸爸是皇帝，人不是老师，人不用看就知道对还不对，就说明他当年学这书呢是刻在脑子里头，一直到老年我还会背。不是背一本书啊，一篇文章啊，他做功课不但是学习儒家的学说四书五经，还学习自然科学，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地理学、语图学、光学、音韵学，甚至还学人体解剖学。他用满文都注好了人体解剖某个器官的名，满文的，他要出书。大臣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能够把人体解剖肺呀、肝呐、肾呐都扒开以后写名字呢？所以他那个稿子呢还在皇宫里没出版，这个书稿现在还有。有一个比曙光更美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看到许多迷人的笑脸，在那里你会发现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手。国际公益旅行，菲律宾、印度即将起航。详情请洽中华佛光青年总团0227620112/2585。
做功课，不但是学习儒家的学说、四书五经，还学习自然科学，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地理学、语图学、光学、音韵学，甚至还学人体解剖学。他用满文都注好了人体解剖某个器官的满文的，他要出书。大臣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能够把人体解剖肺呀、肝呐、肾呐都扒开以后写名字呢？所以他那个稿子呢还在皇宫里没出版，这个书稿现在还有。学数学学测量，亲自测量，修永定河、修淮河，拉着尺子让几个儿子做皇子，有的都是亲王，拿着杆子测量。学习到什么程度呢？学习的累的科学。后来他奶奶说孩子，你不能这样子啊，是吧？你要注意休息呀。他说不行啊，他说我不学习不行啊。怎么不学习不行啊？当时呢修这个历法，要算，什么时候日食啊，什么月食啊，都要算清楚啊。完了就修好了。这个历法是谁帮着修了呢？是这个西洋的耶稣会士帮着修的。有一些儒家一些俗儒呢就说不行，说他这有问题。说什么问题呢？修那个皇帝啊，就那历法呀，一年的呀，他修了200年，这书200年很厚了，不是现在铅印的，那时候刻板的很厚了。他说不行，这有问题。说什么问题呀？说大清国1万司命要1万年呐，您这个皇帝你才修了200年，要修1万年才可以啊。他就想着他1万年的书是多厚，你有法看吗？完了就把有关人就关在监狱里去了。康熙这时候他说怎么办呢？2种意见，大臣辩论，他坐这儿，他皇帝两边辩论他也听不明白，谁是谁非他自己不明白啊。不明白，说你们去测量去，在午门推出午门外斩首，那午门在午门那测那个日头的影子，测完了以后呢，大臣也不会，6部尚书啊、大学士啊全不会。康熙自己没法决断谁对谁不对啊。他说他我自己是做皇帝，我不会怎么来断是非呢？我要学。所以他那数学、天文学、历法学他自己学得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原来也不太清楚。你就不错吧，你皇帝能学得好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跟大臣说我呀要跟一个人讨论数学问题，说你们了解一下天下全国谁的数学水平最高，了解一下。他们说了解，有人姓梅，叫梅文鼎，说把他请来，我跟他讨论数学问题。就请来了。康熙先把他写的书看了，跟他讨论了3天3夜数学问题。那个人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完了以后，康熙说这个人水平还行，还可以讨论讨论，可见他的水平之高，就造诣很深啊。他3次亲征噶尔丹，到了蒙古克鲁龙河，就是这个戈壁那个地方，没有饭吃啊，那个粮食供不上啊，那个官兵呢是1天吃1顿饭。他是皇帝呀，按座给他供应，他一了就不行，说官兵1天吃1顿饭，我也1天吃1顿饭。后来粮食又供应不上，兼日2食，2天吃1顿饭。他说我也2天吃1顿饭，我跟官兵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还学习，野外我打着帐篷嘛，行军打仗嘛，到深夜了，不要去跟他有紧急军报给报告，一看呢还在这做数学题呢。所以康熙的学习一直学到老，4个字，手不释卷。还有4个字呢，寒暑无闲，
冬天、夏天，冬天多冷，夏天多热，没有间断的时间，一直读书，一直到老死。所以我说呀，康熙是一个学习型的皇帝，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帝。你怎么说他学者呀？人家有个论文集哎，康熙皇帝有个论文集，论文集名字叫《几暇歌舞篇》。我举一个例子，他到山海关这门啊，大家有机会到海关看看啊，那有海，海呢有涨潮退潮。他到了东北啊去视察，东北那个海啊也有涨潮退潮。他到了天津，天津靠海，天津呢，这海也有涨潮退潮。他就到了杭州，啊，杭州的钱塘江入海有海潮，他就到海边看，这个钱塘江那个海啊，它也有涨潮退潮，为什么呢？他就研究。那欧洲的海是不是有涨潮退潮啊？当时他看不到啊，也没有飞机，他看不到啊。他就问那个耶稣会士，西方传教士，我问你们问题，请教，那是什么问题啊？说你们那个海是不是涨潮退潮啊？意大利他们这耶稣会士啊，说我们那个地中海啊也涨潮退潮。他就研究为什么有涨潮退潮？我们一般人都不思考这个，到海边涨潮退潮吗？他就研究。看书讨论研究，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几百年以前啊，他结论啊，有那个月亮啊，有这个盈和亏啊，这样就影响了这个潮汐，所以有涨潮退潮。这个结论和现代科学结论基本一致。他出兵打仗，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有虫子。啊，就化石啊，那个树的化石，这奇怪啊，这地儿怎么会有虫子树化石的呢？他就研究啊，当年这个地方是个海，沧海桑田，海没了，那些植物呢、动物啊，后来跟石头结合就变成化石。这个结论和我们现在的科学结论基本相符。他写了很多论文，所以我说他还是个学习型的皇帝。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刚才不讲他8岁做皇帝吗？8岁做皇帝小你8岁你不懂事儿，那国家大政怎么办呢？有4个辅政大臣帮他办理。他到14岁，虚岁14岁啊，到14岁他说他要亲政，亲自来处理，由他爸爸14岁亲政。亲政了之后嘛，有的大臣，比如说鳌拜，大家都很熟悉，鳌拜这人就不服气。你这小孩子啊，心里说，表面不敢说，比方说杀头来，心里说你这小孩子你不懂，国家大事还得我处理。康熙这时候他不吭声啊，为了一件事情嘛，康熙不同意，他就要做，康熙不同意，还要杀一个人，康熙不同意，他要杀，最后就硬逼着康熙，他叫做焦昭，就假传这个圣旨。就把这大臣给杀了。康熙一看这事儿不行这大权你不能旁落呀，我要把权夺回来。你想想看，你那10几岁个孩子啊，人家是个老臣呢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5朝的老臣元老号叫巴图鲁。巴图鲁是满文的译音，原来是蒙古人的译音，转到满语又把它译音。巴图鲁就是英雄，那个人呢跟他封号是英雄，现在是辅政大臣就宰相了。康熙怎么想让把他给治了这事儿？你要愣把他抓不行，那个人他手下有人呢，怎么办呢？康熙有一招。怎么一招呢？他是小孩子他10几岁他在宫廷里头又找了10几个小孩，有个20-30人嘛，干嘛呢？天天什么练拳练棒棍棒类似那种武打那样他们叫这个就类似那个相扑摔跤那样。这老师一看这几个孩子嘛，10几岁孩子嘛，在那耍枪斗棒在那玩嘛，也就不在意。有一天这个鳌拜就来了，
来了些小噼里啪啦就把他这么一拽过去，就捆起来了。敖拜，你别闹别闹啊！你小孩子怎么跟我闹啊？我老陈，你不能捆我呀！康熙脸一翻，敖拜，现在把你抓了，逮捕了啊！你有多少条罪状，把这官服给扒了，官服给扒了。敖拜一看这是真的了，这真的呀，不是闹玩啊！说您什么要求？敖拜说没别的要求。您呐，皇上，您念在我原来的功劳上，啊，康熙的爷爷啊，曾经作战的时候碰过危险，这鳌拜啊救了他爷爷的命，说您在看上我那个份上啊，您就饶我一命，别杀了我。看着好吧，啊，免你一死，就把他软禁起来了。康熙没有杀一大批人，是不是啊？主要是鳌拜不好，其他人就无过，就是免罪。不追究了，哎，很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下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志明啊，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天凉了要多加件衣服哦。妈，我只是要去当兵而已啦。志明，妈，这个给你，要收好哦。为他祈福，让他幸福。康熙没有杀一大批人，是不是啊？主要是鳌拜不好，其他人就无过，就是免罪，不追究了，哎，很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办法有点跟彼得大帝相似，啊，彼得大帝啊，当时他那个姐姐，类似，啊，彼得大帝也是很年轻的时候，所以英雄出少年啊，就出手不凡。他亲政之后嘛，就采取一些措施，啊，原来讲着吴三桂不服气，他要撤换吴三桂就反了，造反。大家对地理可能不太熟悉啊，云贵川3个省吴三桂占了，
广东、广西加湖南吴三桂的势力，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3个省吴三桂的势力，还有福建、浙江和江西又3个省，再加上台湾，基本上半个中国都是吴三桂的势力。这时候有的大臣就说了，不是一般的大臣，大学士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当初有一个人他提出要撤藩，把吴三桂撤了，所以要乱了。现在怎么办？要把人给杀了，一泻天下。汉朝有个叫朱晁错行军策，不是乱了吗？就用晁错不好，所以引进天下大乱，把晁错杀了。晁错杀了是杀了，那乱的解决得了也解决不了。康熙说不行，说当时决定平叛是我的决定，决定撤藩是我的决定，你们说怎么办吧？哪个大臣说敢把他给抓起杀了吧？是吧？这么在混乱当中就把思想统一起来了，就大家一致来平叛。经过8年的战争，把这场叛乱平定。平定完了，接着就把台湾也解决了，接着就解决俄国问题。这中原地区解决了。当时俄国越过呼拉尔山，到了黑龙江流域，到了雅克萨、尼布楚，现在的阿尔巴金，到那个地方，俄国人是哥萨克呀，来了之后杀人越货、抢夺貂皮、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就报到这儿了。怎么办？打呀！有时候不能打呀，雅克萨呀，在黑龙江的那面呢。诸位啊，我从北京到那边去啊，先坐飞机坐到哈尔滨，哈尔滨再坐车坐到齐齐哈尔，完了又坐那个吉普车到那儿，太远太远了。那时候也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也没汽车，就骑着那马往那走啊。有没有人烟呢？吃饭怎么办呢？赶着牛羊，一面走一面放牛羊，杀个牛羊再往前走，杀牛羊往前走，到了雅克萨，还得拖了炮，大炮就从俄国打，把这个俄国的军队打败了，打败了俄国就退了，退了俄国又回来又打2次，俄国说我们投降投降，康熙不要人投降好，投降我不杀你。你那伤员还我黄巾局给你治病，没饭吃用我粮食来给你饭吃，这么跟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时间是康熙28年，公元1689年。这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戈尔比西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一直到海，包括库页岛，现在俄国的萨利呢，全是清朝领土。我这么说大家没有概念，你们有机会你们看看地图。这样呢，康熙在位是61年，活了69岁。现在看起来69岁不多呀。康熙啊，死之前他有个遗嘱，他说我呀20几岁的时候不敢想活到30岁。为什么他爸不24岁死的？30几岁的时候不敢想活到40岁，40几岁的时候不敢想活到50岁。现在50多了，超过我爷爷了，他爷爷活52岁。我不知道哪天我就不在了，我要把遗嘱留下来，将来我100年之后，这就是我的遗嘱。还不错，活了69岁。他就故去了。康熙非常孝顺，对他奶奶非常孝顺。他奶奶病了，做皇帝啊，就在他奶奶病床旁边地下铺个毡子伺候，熬粥。他奶奶老了牙不行熬粥，他研究30多种粥，让他奶奶怎么换着门喝。上朝那么多事情要奏报怎么办呢？就到他奶奶病榻旁边这个地下毡子给他奏报的批示。连着30多天，衣不解带，就是带子不解，穿的衣服
几乎是不吃饭，就喝点水喝点粥，就这么照顾他的奶奶。他奶奶病故了之后呢，他奶奶活75岁，这孝庄啊，他会活75岁，他就给他奶奶有守丧。他故去之后，这皇位怎么办呢？他临死之前没解决呀。努尔哈赤没解决，是用了一个办法，用了8个贝勒来讨论。我把它名字叫贵族共和，也叫做8大贝勒共议国政，国家的政治。皇太极时候还有这个办法。顺治临死之前怎么办？顺治临死之前明白，他有个遗嘱。顺治和他妈就是孝庄太后一块商量，就让康熙来继位。这时候耶稣会士叫汤若望也参加了意见，要康熙出过麻子，得过天花，得天花终身免役。如果不是康熙，就别人继位没得天花，继位没个3年2年又死了。皇宫里特别忌讳办这个大的丧事，用国家的一个大的政治变动。就他做了，那他死这皇位怎么办？他开始想立个太子，不满意废了，后来又立了以后又废了，这是康熙啊，一大缺憾的事儿。废的时候特别伤心呐，他到承德秘鲁山上木兰围场去行围啊，路上到叫巴尔哈苏宅这个地方，他宣布废太子。事先拟好了稿子，大臣皇子都是跪着，他宣布。怎么宣布啊？且欲且泣，一面念一面哭泣。念完之后扑倒在地，摔倒地。别人把他扶起来，就是也吃不下睡不着，连着7天7夜也吃不下睡不着。后来得了场病，中风，所以康熙晚年半身不遂。右手不能写字，用左手来批答公文。有的大臣为了讨好他，说祝圣上皇上万安，10000个平安，这算好意了，是不是？康熙可能心情太不好了，一摔，说这1安都没有，何来万安呢？人家好意嘛，他也是没别，可能就是心情太不好了，就发个牢骚吧。在晚年走路要边儿搀扶着，这个写字嘛手也哆嗦，后来用左手写。那他这个皇帝怎么办呢？他就死了什么交代呀？你交代就是雍正继位吧。雍正一继位，这事儿就多了，民间传说戏剧这就多了。他又明确说呢，他明确谁继位，有书面的文字。好当然好了，历史清楚了，那好多了作家戏剧学家就没饭吃了，因为他没说清楚，大伙编了，编戏啊，编故事啊，编电视连续剧啊，好热闹啊，是不是？那到底是谁呀？他这个雍正皇帝，皇四子雍正皇帝啊，是篡位啊？好多人说是篡位啊。什么叫篡位啊？康熙规定的一个皇位，人家有了，你给夺走了，叫篡位。唐太宗叫篡位啊，你发动宣武门之变，你篡了位了。永乐也是篡位啊，你本来是你侄子的皇人，做好好的皇帝，建文帝不做了3年多4年了，你从北京发兵打到南京，把这皇位给夺过来，你那侄子哪去了？有说是从地道走了，到了南阳去了，有人说是出家了，有人说是火给烧死了，咱不管那些了，你是篡呢？你康熙死之前没有规定皇位是谁的，雍正何谓可篡呢？没得可篡，所以篡位说肯定不妥当。精致歌仔戏，
登上国家殿堂的经典大戏，一场艺术文化飨宴，最珍贵的典藏。德鲁歌仔戏系列 DVD 特价优惠，详情请洽客服专线0287872324，或上人间卫视网站查询。你认输了吗？正好，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法师说的太好了。